风台的影响，高雄屏东上大水雨。那地属高雄老龙溪串头南环公路部分路段嘛出现土石流。另外，东流线的船帮也因为这风影上大，对今仔下晡开始到明仔载是全面停航。垦丁沿海嘛拢有救封锁线，禁止游客落海玩水。 路桥也阁有土水甲路拢淹掉，受未拍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高雄山区19是路大水河，桃园区南环公路林105线过国路段互土石流阻断，嘉兴干务段出动怪手幕后抢修。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山中持续降雨，已经在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来办理预警性的一个封闭。 桃园复兴里南环公路大边啊，道路开动起来，即要甲爆花引过，加上部分的路桥，昆河往复兴管制站中道一头封起来，造成部分梅山里面无得转去，就惊下晡雨搁较大，更加歹过。民众赶紧甲管制站人员协商。若是一晚快速一清啊，这户空行应该是这样的。你在这里过去还是有几分钟的时段，弱了又要待命，又要等。 未拍风台虽然无定料，不过今摆天气却是阻断部分山区的交通，也拍乱袂少游客行程。东流线交通专业者考虑海上因素，下晡开始到20全面停航，也造成早起出现真侪游客，大家拢要赶伫个马班船进前回来本岛。赶快提早回来，怕那边风雨，因为那边是一直在下雨，也没什么地方好玩。外围环流到预计到下午大概3、4点右就开始影响到台湾南部。 那小琉球南湾水上游憩业者柜台大公休的告示，南湾早起风雨虽然无大，也不时出现长影。垦丁沿海封锁线也拢围起来。 尽管屏东今天呢是没有停班停课的，但在南湾的沙滩这一边呢，因为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，所以沙滩目前是封闭的状态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游客在观浪。 游客无法度落水去佚佗，只有到尊鹏礁一带去看海影。未拍风台暗时就慢慢远离台湾附近的海域，不过21晚带来落雨甲大影，提醒游客甲民众袂用大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